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en， 今天要来拍个相对健康的新系列。你知道台湾人日常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个手摇饮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2025上半年已经喝掉43亿台币了。加上手摇饮的品牌众多，以及他们推出新口味非常快，所以我决定接下来要开箱这些饮料来喝喝看。那今天我们要喝茶汤味20周年与杰克丹尼威士忌合作的饮品，那我们就快点去买吧。我要一杯苹果酒香乌瓦红，然后跟一杯苹果酒香铁观音拿铁。好，没问题。那这个帮我装拿铁。我们4杯大杯，之后新产品会买2杯，一个用透明瓶装，一个纸杯装。大家看一下里面是茶汤味，今天的饮料有4款，所以2个就买不同的口味。马上来喝，先是酒香乌瓦红，它的甜度冰块是固定的，淡淡的苹果香，有点类似苹果红茶，偏甜，但威士忌味道不明显。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一定超甜。再来是酒香铁观音拿铁，甜度冰块也是固定的，铁观音的味道非常重。也是淡淡苹果的香气，偏甜的奶茶。因为我现在都喝无糖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太甜。但是一般喝微糖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只是把威士忌倒进去，本来我以为不太好喝，但没想到还 OK 啦。但记得喝完不要开车哦。我是 Ren， 看看下次喝什么。